学过，之前伫咱社区大学嘛教真久啦吼，后来呢，咱大部分的新毕业伊嘛来兼任有兼课，伊今年嘛已经有80个岁啊，咱即下讲吼，你嘛真无简单啦吼，因为咱即摆台湾的嘛真欠师资所以呢，80个岁嘛是过来遮甲咱斗相共嘛是咱目前咱台湾的上济岁的老师啦咱鼓声甲欢迎者。咱这是系列的册，这有系列有4本啦，就进前佫有咱有出版另外2本，但是系列来讲呢，我先介绍咱即摆有这4本，这4本呢，咱是分别陆续出来因为咱即个人力嘛有限咱就讲过咱无台语语言会，无专门的人，无专门的语法，咱拢在靠家己咧听的啦这台语册呢，讲要会卖甲会趁钱，会当做三顿的无几个人真学啦，通常拢爱卖足久的。像我较早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出版一本《海岸台语文集》卖较紧，送较紧送佫送袂了咱在座下班老师连刚刚就送最近迄个公报社佫甲通知讲进前遐寄卖册拢卖袂出去，叫我紧去载回来因为空间无够所以真正是做无法度毋过呢，就是因为咱有遮戆人，有遮坚持，咱对着台语有宗教信仰会坚持到即摆所以咱这4本册呢，这上班头讲的话头长来，这有偌久伊无像得咱2当前开始一本出平均半当出一本到今年拄好上新的台语歌仔册这一个系列最后这台语歌仔册呢，拄好咱就9月最后完成所以4本一个系列出来所以咱就做一个正式的一个新册的发表完成安尼咱今仔日呢嘛有早这个册来你若有需要共款咱就后壁遐大概赞助感谢。好，咱即来用老伙的鼓声，咱来请吴老师大家早，大家平安。头久这个梁长老，实际上我嘛足感慨。我开始用电脑是伫乡乡，你哎，遮落伍啦，人即摆已经有电脑你拢要用手当咧写。我都毋捌情，甲是什么？较早迄个英文太古我袂晓拍咧，要拍一堆我哪会晓拍电脑？无甲我讲安怎，甲我买一套规套总买落来，买来阮兜，怎个甲我重新来安尼？无甲我讲几年，无讲偌济钱，伊家己先出钱就叫我做起来。佫无偌久，佫摕一个软体来。佫较迄个，迄种叫啥物软体？就是 HotSys。迄个我有电脑无偌久就对了。无偌久开始互我一个 HotSys，因为我迄阵也讲我你甲你甲摆了，甲你甲讲，我拢无学我足费气，你知无？迄个声了已经有迄个中文迄个波波好。我随便再去拍啦。用的时候就学HotSys，我就开始用。成日大家报告我为什么学台语学到对HotSys？我开始学台语到即阵差不多有50多年超过半世纪遐济足久50多年来，开始20年，拢是甲学捌字安尼尔。所以捌字捌到什么程度咧？
甲差不多规本字典吼，内底的字吼，我记起来我来8、9成，我拢会晓读。但是呢，一直到差不多1980八九年代，还是90年代的时阵，迄个时阵才开始有迄个机会。要讲这以前先讲一下讲，有一天李永春教授讲，当着我武大科，你的名足好用啦。所以我行对健康路过姓就条我做较捌的去。一个人讲我吴语嫣武大科的朋友，内底人拢随专做来甲接，对啊。问伊有啥物贵事？我想讲，我要来甲恁借恁的这个庆仪互我甲袂当安借我看一下，是啥物安尼还是互我翕较俗无问题，无问题。像咱规内底因的迄个称呼拢开去后边这是讲伫后面啥物原因？因安尼，就是因捌办这个台语报员训练班。讲叫我伊个人讲台语报员训练班我讲我即讲哪会晓？我毋捌做过报员，我免哪会晓去训练啊？尾仔去想着，想讲我有写作写起来，零零散散咧写，一句一句安尼写，就写到电台，你报应拢报毋对，推出就毋对安尼我拢有记起来。大概我甲统计差不多500-600句，若讲全讲毋对安尼就读起来就毋对我昨日从迄张丽丽来迄阵来讲就是已经有买电脑，未买40，嘛毋是买40免买，40免买，伊从对遐甲摕到用尔，伊拢放下咧，伊拢变互你免字互咱念我向问讲对歹势。张丽丽着像你去甲因讲迄啦。就是讲来讲，好家动万口，轰动武林啦。讲我做报员做10-20年，我讲毋对拢毋知。这是这个是讲伫内底讲伫头前讲，严重是讲感觉讲我来，你的名遮好用，干那报你的名迄手边迄称呼都开起来，我家己去。看你要检查，甲你进来，电脑开起来，冷气都甲开落去你即摆话讲我得问就是讲，就是捌开过班，发现讲我虽然字捌出济，有够济，但是针对我迄个啦，凡是占7%走，拢袂晓使用。毋知迄个怎使用，就才发现毋对，毋对，你搁学变怎学？想讲专门来学常用字，遐无咧用的字拢莫用。迄阵拄发40，开始入去拍。我讲我安尼直直拍直学，我啥物碗糕书店，啥物碗糕字典，啥物碗糕册，医学典，啥物药典，啥物碗糕变。所以我的拍字内底有药有医学的，有西药的，有汉药的，有啥，拢总有够一般用的，拢去甲找出来，直甲拍，拢总拍200多万字啦。我的资料内底有200多万字。这200多万字，我
老实讲，我事当时生活足好。我不管是银行外期的拢做400-500万去哦，我有咧算股票，也无咧以前拢无。向往一个朋友讲叫我去算机会，我叫是机会是股票，我袂晓呢。我咧教谁会晓？花海啊，身躯变几啊千万哦，我拢输了了，连放入银行的连啥拢输了输几啊千万去。心情足歹，一直啥物项目嘛拢无爱做，所以第一段时间我就是回想讲安怎过日子，就是这样。专门拢去咧做评审，去咧演讲，评审包歌手比赛的评审，包括演讲比赛的评审。包括这辩论比赛就是，迄个周教授，刚周教授叫我去出这个演讲比赛，可能几场7、8场、5、6场我袂记哩，完了叫我去做评审，就拢专门去做这啦。好像高雄市政府嘛叫我去演讲，去演讲内容了无好势，我准备4点钟的物件。去到位讲，我爱讲8点钟啦，一日啦。事实无影是6点钟尔啦。伊就讲8点开始到12点，其实拢9点才开始啦。下晡7点到5点，其实拢7点到3、4点学完就拢走来拜托我老师我还要等下载囡仔种啥？拢讲有完，要这高雄市政府公告人力发展局，去到位做哈。讲一日4点钟，你讲8点钟会害，我准备的资料已经印伫伊个手册内底啦。我一个迄4点，一个迄4点，一个迄6点，讲6点钟落啦。迄3点钟的讲义去甲讲6点钟。我说这些你甲讲的无要紧后面去教无要紧出拄好个。毋知讲明日佫来叫啦。我惊就是讲好，迄逐个学员讲你讲了足好，我是去头用3点钟的讲义跟讲6点钟，你讲我讲了足好，这嘛天底下的笑话就对了无要紧，第二叫我去讲安尼啦，迄一套第二就袂安尼啦伊讲偌久就偌久，迄全是拢漫画呢，迄个时代我是靠安尼想即尾啦，感恩英啦，李英雄来鼓励我来教，无你生意咧上大学教嘛好，是咩安尼无你安尼无代志好伊所咯，所以我才开始出来教书。教书拄则讲话就是讲，嘛是共款无啥物钱通赚但是迄个先做教书就是心肝。有较清就袂讲安尼想袂开。就想讲，哎，我身躯规拢无钱，过去拢有钱管事，钱拢足济钱多多要安怎？就想讲，我电脑内底200多万钱我整理你一日内卖超200多万箍呢，若卖2箍就400多万呢，空思梦想。迄阵送得来啦，什么阿家啦、阿明家啦，什么人来就甲小盖出版社呢，看拢无人爱顶。就咧，尾就咧小盖迄个今晚，今晚就叫我去食饭，就伫遐我讲叫我200多万一摆装出啦。我迄毋是遐摕啦，就因就知，遐要整理呢，就像咧整理像咧做这安尼啦安尼，迄袂晓用伊毋是个，后来伊甲我讲袂来，讲我甲我起毛子做个 spring 就对啦。迄物件小白就甲我派出讲
全台湾的出版界哪有人像我对恁台湾界遮好哦？我才有恁改名。像我这边甲你出版，我拢袂甲你摕半仙钱呢。我哎咯，我是要卖钱，所以你袂甲摕半仙钱。我是摕遐个了卖钱，人是迄个即摆桃园县长邱山俊、张山俊，伊安尼卖农委会哦，迄批个头抄的，我甲算了，伊一字卖6000块呢。伊卖农委会是一字是6000呢，一字啊，一个字一个字是6000呢。那一字要卖1块，无人买，讲就搁倒贴啊！哇，8000块啊，唔歹啥，全都无出。啊，无出，有人今仔日也出一本小册本啊。啊，迄阵是初步拢捌出册，是初步安尼啦吼，甲简单整理一下安尼啦。啊，然后社大教了，啊，就来新大教，新大教新闻大家拢对我真好。一个时间了，回文就是周教授，看到讲我的讲义讲袂歹，就我伫个听我就吼，简单来讲，我就大概我写，上面哦，就出册吼，这定义啊，出册定义啊。第2002年的时阵，3月，伊就先甲我出一本册，甲我上去讲座。啊，这了翻转去又搁互我出一本，这实在是我真正讲啊，若想到会感动我老师。因为出这个册，开始要摕出来是几样味，我买啊才知影，头仔拢唔知，买啊就是。伊佫尾啊，把出遮迄是伊是接手的，迄原底是陈玉峰主任，陈玉峰做台湾的主任是伊出的。落讲陈玉峰甲伊讲啊，即个出册费用安尼无够啊！我安尼哦，我遐有40万呢，因为陈玉峰寄我，讲要请人来甲我斗整理哦，啊，迄费用我还互你安尼啊。还没有迄个出版社迄个啦，都安尼嘛无够，因为迄8本哦，40万出到5万，啊，佫甲陈玉峰讲，甲伊讲一本几要互伊安尼哦，甲咱差伤济，像讲甲像咧无去啦，都拄好诶。所以过了后，莫讲头前讲。先讲对这个我有写伫遮咯吼，差不多2019年的时阵，咱设在台湾的吼，去香港伫遐集餐啦。伫遐集餐，陈玉峰就咧徛出来甲大家宣布伊讲话的时阵，拢先宣布咯。讲吴老师哦，咧开课的吼，看伊还佫足侪本讲义，足侪本的讲义拢无出。我哦，拢要甲出册，就问我有几份，讲8份，哇咧，伊问我讲，伊有8份册，我要甲出8本册。啊，这册吼，毋是我要订的，嘛毋是，你互台湾的下面就无讲啦，吼，下面是讲，我是感觉讲伊这物件有时间留落来。所以宣布了无偌久，因为台湾的迄阵，伊才做主任，有校方迄边，甲申请讲要延后退休，延期退休。我公文来啊，讲无要延期啦，照时间到退休啊啦，退休。退休就头拄我咧讲的，头拄我咧讲啊讲，伊讲伊有交代出版社吼，我头拄我讲。去甲伊讲了拢像你讲当阵拄好呀，就无呀啦。无了，咱迄阵拄好周教授换伊做台湾的主任，伊敲电话甲陈玉峰讲，
这个代志我接受安尼啦，要出册代志接受。但是你知影，伊要出的册是万百本的，一本人甲我偷讲的啦，人甲我讲，伊嘛毋是讲算偷讲啦。伊捌出过册啊，伊家己的册捌出。要一本拢要开2个外万啦，伊啦。啊若照我咧讲，敢有文教出这6本吼，100外万。这4本就几百万，你想我啦吼。也照我咧讲啊，伊有出册，伊家己出册甲我讲的啊，伊拢一本拢开咧20-30万啦。所以这个今日出册重要点，原因是安尼来的，所以咱张教授是接受我出，伊无用咱出，我甲讲接出盘，这4本落，安尼对单药方才有交代，无安尼向人讲要甲我出册，赔40万，我这当然袂使写伫即内底啦吼，就是你赔40万互我。互我要现的，伊讲，拢老尾才甲印出几啊摆了后，才甲我讲，你要现我要现啥人啊？原来就是40万，这人无关咧，3万、5万、10万、8万都无，40万条我，后日要出册则佫无关安尼啊！即摆3万、5万，啥物怎去现啦？到底是单衫互我5万，利是互我4万啊啥话？伊嘛袂记得，反正根本就无记起来。这我是毋知影啦吼，所以人家讲，你要现我要现啥嘛？互你就互你啊，我都你钱40万我哦，所以这代志是差不多是安尼。即摆来讲这个册，咱这个册内底。在时间会容易伤长啦吼，无办法，卖这个不用。大概啊好啦吼，我原本是有准备讲，咱内底的人若会晓，我送的一本册安尼啦，就讲，等下再有个时间来念起啦。比如讲下日遮的字啦，哦，遮到遮。这久到啦，有人头读到尾，拢无毋对啊！我送一本册，头读到尾，这拢久到啊！这拢伫外口上容易啊，不是咧看啊！有哦，有人举手，看嘛啦。看有无？头有这。第一个我知影爱讲蛇蚵啦。哈？蛇蚵啦。哦，蛇蚵，过来。我是讲迄个蛇。就我有个写字啊，就是无共，头音是无共啊，毋知会写字啊，对无？这个是会写字啊，有无？这个写字啊。毋知会晓哩啊！这大概简单个，大概讲即几句就好啦。毋知甲你讲，爱量系统、会馆、公道、管理，敢是安尼？我甲你讲即几句就好啊。敢若即几句读音都爱拢完全无共款呢？迄是系统呢？对无？佮刷来啥？会馆呢？敢是？佮过咧，公道呢？大家拢讲管道，要管啥物人啊？管理咧，对不对？你有人讲水管呢？大家嘛讲水管，对不？哪会变管道？敢是？大家嘛拢讲水管。水管就是公道啊，会流通的迄个德管啊，对毋？哪会变管？恁有人捌讲水管无？对啊，咱嘛讲水管，
啊，既然水讲是讲道啊，那会去管道？啊，管理，你管我，我管你，伊管理员会，对无？水管处第7区高雄第7区水管处，伊简单写，就自来水管理处啦。第7区伫个高雄市，迄个大庇护遐，啊，伊就是爱讲水管处啊，哦啊，变水管，伊当然你袂水管诶，你若讲水管处，对无？敢有使讲水管处？对无？你着爱讲水管处啊，啊，就自来水管理处啊，对无？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台湾人因挑起互因利用去，因我才有讲，迄天阿仁啊来，拄咧讲一句话陈明仁，我就拄用伊句话来讲吼，中国人来到遮。伊来到台湾了，伊就毋爱讲，毋爱互你讲台湾话，有得吼，伊就是，我就写一个啥，对，哦，我就失败这个目睭较歹势啦，啊，最近手都是我来错。伊来到台湾了，敢用上简单的讲法就好了。台湾反正就无啥物经济，无啥物制度法律啦，是因为荷兰人来了，才开始从迄个制度法律带入台湾，台湾才有开始有。虽然有当时有啥物刻薄的代志，啥拜的代志啥。迄拢莫讲，就是对迄阵才开始有。来，伊佫甲咱起时啊，吼，甲咱教育，但是无来超过7年吼，话题先讲伊来。话因来时，来到22年、21年、22年，伊拢无甲咱教育。伊敢若咧控制庙后面起一间啊，70间啊伫遐，啊，啥物流明堂，啥物啊无堂，讲真是了安尼尔，拢台湾拢无甲咱教育。200万，伊拢无甲咱教育，换日本来才开始甲咱教育，才开始有制度。清朝这200万年拢无制度，也无教育，等到老兵团195年的时才来红营做台湾的迄个巡抚。96年才上任，上任了看来讲，全台湾拢无咧，拢全到，拢无咧收税，拢啥，啊，拢全面清标。规台湾头北东尾拢对，拢面清标的啦。所以伊才赶紧就去建立这个制度，要读这个教册，但是无来马来教，啊就强无啦。换日本人来，195年日本人来，遮大量起啊吼，甲咱教育，伊就教日本话啊，无教台湾话。日本人走了，135年，日本人无为了换中国人来，因上迄个学校要来教中国话。教中国话是无要紧哦，伊佫禁止你讲台语，袂使讲台语。毋若袂使讲台语，家己发，你若讲台语，家己发这以外，毋若袂使讲台语，你嘛袂使来做台语。爱讲，我讲，爱用我迄个台湾的这个爱国学者吼，替号的，号讲叫做学术名词吼，万能语。我伊讲阿是来讲学术名词，对个，讲某啲人讲学术名词，伊演解。学术名词，再来讲，某啲人讲，伊会改罗马字，就是因为吼，因艺术足够。我啊，你无甲问讲，啊，你甲阮改汉字，又搁艺术啥人？你毋说，想要讲一个啊，你汉字安尼改，字字有改字就袂使。囡仔来改字，囡仔喙来用字喙，骹来用字骹，啊
安尼直直改几波，种甲你改，迄要创啥？有较好无啊？伊就是要甲你乱尔，互你外口去乱啊，遮改遐无款你教无共款啊，甲外口咧看，伊佫无共啊，人唱歌内底字幕出来，伊佫另外一款，互你去乱，互恁台湾台语永远袂出头天，这是第二题啊。因所做的工作，真侪台湾人拢去甲伊斗工来做这个工作，这是我上袂通我的。所以我所做的这上重要，主题我拢有，头前拢是啥物主题？观光来意就是讲出观光文书，为了讲学生哦。老师拢爱讲政治，拜托咧，恁伫咧讲天安门事件，伫咧讲啥物叫做卢沟桥事件，讲迄个辛亥大革命，都毋是讲政治。我讲就讲台湾，安尼打高山诶戒严司令部伫遐先派明七派兵来台湾，迄个高雄中啊，甲高雄市政府门口，尼哨声手无寸铁的学生，规片拢甲杀死了，用切啊讲，弹死了偌苦，你敢知？行咧讲有当弹了无死，佫抢要坐了补对胸坎，佫补一刀，佫插伊，死落条生。遐有名单无？无名单啊！因为学生囡仔也无娶某，爸母若死就拢无去啊，要得找名单啊！过来市政府遐规片，伫遐一回机关枪迫击炮来弹，即款呢，我无讲介严重，是将迄个简单将迄个有即个事件发生，所以了后。高雄市的时有迄个区长，甲啥物市长了，听一下，像组几个7、8个走去甲平民去讲，